在呢個詩篇記37第5節講到，交出一個生命本上帝，相信佢會解通財。那所以讓自家說，自家嘅煩惱、自家嘅痛苦、自家嘅問題、自家嘅白色、自家講佢啲交出本上帝，佢會解通財。詩篇記37第6節樣講自家啲，佢會顯出佢嘅真理。在自家嘅生命中裡有一個光陽，自家嘅嘢了嘅當就是樣，表示乜嘅佢要光路本自家行，係講自家聽家嘅路，自家相信佢，自家交出自家手裏本佢，佢要光路河本自家行，自家嘅路途行到唔會暗，就自家相信佢嘅通財，佢顯出一個真理要貢獻。帶自家行呢個路途，一天本自家得勝，一天本自家平安，一天呢個快樂，本自家心理，本自家得到滿足。這樣人係講自家要痛苦，要煩惱，要逼實，嚟上帝嘅面前，交出本己，相信佢，一天佢嘅同財，耶穌基督祝福隆重兄弟姊妹，阿門。